深入全球最危險嘅罪惡之城，認識史上最兇殘嘅種族大屠殺，暢遊全世界最深嘅鹹水湖，再攀上高峰，經歷最高嘅高架橋。極境之旅2，星期1、2、4、5晚8點半，82台 TVB Plus。各位早晨，今日係3月2號星期一，歡迎收睇《香港早晨》。早晨，善學。早晨，思齊。今朝出門口咧幾戴帽喎。